新闻开始，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，这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要参选总统。伊伫头拄8点半时已经公布伊副手的人选，是戏出人选之人当中演总统候选人的演员赖佩霞，引起各界讨论。我郭台铭今天要向各位宣布，我将郑重的邀请赖佩霞女士担任我竞选的搭档，一起投入2024年的正务总统选举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赖佩霞。今天在这里正式告诉大家，我接受郭台铭先生的邀请，搭档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。头拄看到这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顶个月28宣布要用连选方式参选至控制署总统大选，也那副手的人选一直拢无公布，引起外界关心。伫拄则郭台铭已经宣布，伊的副手要找演员赖佩霞。郭台铭表示，找人才真无简单，赖佩霞跳脱传统政治人物，代表民间改革的意志，伊认为是上好的人选。也那根据中选会公告，要参选正副总统人数是爱289667个人人数，伫9月13到17接受申请，11月14进前会公告人数的结果。